上我们的眼睛，让神带领我们。无论我们在这礼拜当中，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我们看见什么事物，求主怜悯悦纳，求主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遮盖我们，好叫今天耶稣的灵、你的恩膏都赐福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身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感谢你。 这。